呢部呢，就係呢，好多年前，日本人喺香港買咗過去日本嘅一部造幣機啦。呢部機呢，之前呢係做過維多利亞嘅1蚊嘅銀幣嘅，即係維記1蚊銀幣啊！咁啊，運咗過嚟呢個日本嘅。所以鍾意香港歷史嘅朋友呢，下次嚟大阪呢都可以嚟睇下喎。呢個同香港咁有關係嘅一部機器喎。鍾意銀幣嘅朋友呢，應該都會鍾意睇下呢部機啊！而家買一個維記1蚊啊，好貴啊！維多利亞1蚊啊！因為維記1蚊呢，維多利亞1蚊呢係純銀做嘅，所以呢，我覺得當時應該有一個1蚊呢都比較富裕好用嘅，因為通常都係用銅嘅啫嘛。如果你有1蚊，而且有好多個1蚊呢，咁咪真係有錢人啦〜